Taste of fat. 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只有8隻，下跌有22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6166劍橋科技上升34.9%， 665151世界上升9.7%， 992聯想集團上升1.8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，沽空比率59.4%。2800盈富基金，沽空比率43.6%。1211比亞迪股份，沽空比率41.9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08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03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32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1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30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7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6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9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57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5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32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1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70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升幅頭30隻股票。連跌3日股票有52隻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3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3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3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25隻。MACD 日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日線強勢信號有股票2隻。MACD 日線弱勢信號有股票8隻。今日係交易週末，5週1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7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5隻。10週20週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5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5隻。5週10週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1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2隻。本週最大升跌幅股票，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。
本周最大升幅股票。本周最大跌幅股票。周線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41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30隻。MACD 周線轉強或轉弱股票，出現 MACD 周線轉強信號有股票18隻。MACD 周線轉弱信號有股票5隻。MACD 周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周線強勢信號有股票12隻。TasteEffect 第三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